手，話是嘅。花，你冇事啊嘛？剛才發生咗咩事？小姐，你冇咩事吧？田管家，請幫忙先帶貴師傅到大廳休息先，我隨後會到。貴師傅，請飲茶。唔該晒，田管家。田管家，你仲有啲緊張，你都坐低休息下。冇事冇事，只係覺得有啲耳，我明明聽到細路仔聲。貴師傅，你都應該聽得到㗎。我當然聽到啦，不過真實嘅係小朋友聲，等於你小姐聲又等於小朋友，問題同小朋友有關。貴師傅，你講小姐即係細路仔，我唔多明白。因為當我到達貴府上嘅門外時，已經感受到有一個少孩影子。晚上好，陳先生，歡迎你哋返嚟。貴師傅，你講真㗎？田管家，我講當然係真，但你未必感應得到。貴師傅，唔好意思，要你等咁耐。陳生，你表妹身體冇大礙吧？暫時冇咩大問題，請放心。貴師傅，我哋之前仲未詳細討論表妹嘅事。投訴喺樓上發生嘅事，你應該了解。我表妹出現咩問題吧？陳生，請先聽我講下。而家已經夜深將近，咁而討論表妹事情，你應該明白我講乜。明白。田管家，麻煩你幫貴師傅安排客房休息。係嘅，陳真，我馬上安排。